从前有位皇帝，为了要穿得漂亮，他不惜把所有钱都花掉。他不关心军队，不关心国民，整天炫耀他的新衣服。于是有钱来了2位骗子，号称可以织最美的衣服，于是被皇帝看中。于是他们摆出价值机，其实什么也没织，便说愚蠢的人是看不到这衣服的。于是皇帝穿着这个不存在的衣服，在国民面前镜出了丑相。故事讽刺虚伪、奸诈、愚蠢、昏庸、虚荣的本质。咋了？谁这2个是啊？我们是请来给你做衣服的。我俩双胞胎，他出生迪拜，我出生巴黎。哦哟，你妈在战斗机上生的嘛？所以你俩是干嘛的？不是说了吗？做衣服的，我们是裁缝。啥玩意儿？裁缝？裁缝，我们带缝纫机了，拿出来的。哦哟，这不是曼陀林吗？哼，就是的，这是个吉他。啥玩意儿？缝纫机。哦哟，缝一个我看看。看好了啊，我们开始缝了。缝。缝好了。哇，这个衣服智商不够的看不见啊，跟夫。哦哟，我还真看不见。啥玩意儿看不见？你智商这么高，你这看呗。使劲看呀，使劲看，你可以看到呢。哦哟，给让孙给点卖一件打发掉噻。穿试试呗，你这衣服你不穿不知道吗？你。哦，好，我看到了，来我穿一下。这中嘞，你织的啥东西？棉被吗？哎呀，哦，痒死了啊！太重了，不要装逼啥呀？哎，这你就不知道了，防弹衣，防弹的。哦哟，防弹衣是吧？来，你穿上，来你穿，穿上。